亚洲安全论坛向加里拉对话离岛举行，英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就警告讲，这美国和中国若做因为台湾发生冲突，这战争可能会变做核战。为台北行政仍分甲一寡供应链厂商大头出来吃饭，今日台股就起1096点，收在44732点，搁再创新高。台北到大学站有学生发现讲，这查某病所介绍防头针健康摄影机，警方来看确实是有查到，目前通知嫌疑人到案说明。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29日AM新闻，我是嘉豪。讲到这台海局势，外界拢伫咧关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菲律宾的这个总统呢，小马可斯会面，双方升级做这全面的战略伙伴关系，也强调讲这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另外，亚洲安全论坛向加里拉对话离岛举行。不过，这主办单位呢，英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2八就警告，讲这美国和中国若准因为台湾来发生冲突，才有可能因为双方欠缺安全护栏，或者战争变作是核战。加拿大国防部证实，海军的顺风舰沙洛顿号第2日执行通过台海的任务，23完成航程。不过时机点是真敏感，拄好伫中国外长王毅2八访问加国进程，加上进程，中国驻加拿大的大使公开警告讲，卖派军舰经过台海，引发关注。台海是公海，然后自由航行，很多国家是以行动来表示他们的立场，我们会感谢嘛。好，我们也会欢迎嘛。罗总统5日恐接见加拿大国会访团，加国的议员曾文浩，这展现挺台湾的态度，批评中国袂当决定伊要去倒。顶一摆加拿大军舰通过台海是去年的9月，和澳洲的驱逐舰联合通行。对2018年到去年3月，前加国总理拄入到卸任的期间，加国的军舰拢总通过11摆。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2八伫东京举行高峰会，而且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日本、菲律宾升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强化安保和两岸合作，各重申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强化印太抗中的布局。本日の会議におきまして、まず安全保障分野では。秘密軍事情報保護協定の正式交渉開始で一致しました。亚洲安全论坛向加里拉对话29日新加坡登场，按正重点的放在美伊战争和台海局势。主办单位国际战略研究所2八是发表报告，警告讲美中若是因为台湾爆发冲突，双方会大规模打击对方的机关通讯系统，加上欠安全护栏，恐怕会造成局势升级做核战。这样的螺旋升级的可能性，当然在冲突的理论的概念上面是存在的，能够建立信心、建立措施，然后建立热线等等的这些手段的情况之下，那它就可以避免说真的发生一个毁天灭地的世界大战。或者就是讲，美中要建立防止局势失控的机制，重点伫互信的基础。咱的国防部一天侦查到10架厝的中国军机，8架厝的中国军舰，4架公务船交代，中国是持续对台湾做军事施压，或者强调台湾必须要提升国防实力，才会当帮助降低台海冲突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日军司令部80周年电视战略转型的成果和新装备。日军加强无人机作战演练，收集情报、自杀攻击、牵炸弹攻击等等。另外，新式武器包含着这海马斯火箭系统、M1A2 提战车，这拢是头一届公开电视。乌鹰直升机赶紧对目标飞过，日军特战部队官兵展开空中对击任务，所有降落展开掩护行动。CH-47SD 运输机对伫后壁执行增援任务，参 ATV 越野车、突击车快速派兵，甲敌人相战。日军司令部29举行80周年步庆，有真侪项动态操演，上届显目的就是无人机的演练。日军即马对国际卡部做兵力的转型，各作战区加强无人机的运用，官兵操作无人机伫天顶爬练到用来监控敌军，嘛来闪敌军的监控。另外，无人机嘛会使执行精准的打击，针对静态也个动态目标发起自杀的攻击，也个弹飞弹的攻击。好戏看戏尾5台阿帕克攻击直升机出来，日军展示地面空中坚强的战力，让民众看甲目睭拢唔干呢。整个武器啊，各方面啊，都跟以前我觉得进步很多了，比我当兵的时候还要好很多这样子。那我觉得我对我们国军也很有信心。
心。看起来是蛮有信心的啦，我们的装备越来越充实。因为敌情的威胁也有战场形态改变，陆军来做兵力整建，筹备新式的武器甲装备。啊，若即届伫阅兵仪式当中，嘛隆重显出来，互大家看。陆军历任的总司令、司令拢得到邀请来出席，包括前国防部长严德发、邱国正等人，做伙见证陆军实力转变的结果。陆军出到的新式武器大车柄，包括执行野战防空的复仇者防空飞弹，也有反装甲王牌拖式2B飞弹，国造的陆射战力飞弹，打造防空飞网，雷霆2000火力的范围扩大，反制敌军的定力作战。啊，若地表上强的战车 M1A2T 一出场就成做全场的焦点。另外，陆军上新的战力有海马斯多管火箭部署伫中部地区，有跨区增援的能力。即届配合步枪特别上北来支援，做伙伫阅兵头一届登场。现场嘛展出 OTS 攻击无人机，也有精进1型、2型等等的无人机。无人机成做国军重要的无对称战力，已经是国军的发展重点。新式的武器装备，大幅的提升我们地面部队的整体战力。刚刚展示的无人机，就是我们陆军现阶段发展的重点之一。我们在各作战区成立无人机大队，在各联兵旅成立无人机中队。陆军司令部借由80周年部庆，一口气展示多项的新式武器装备，不止拉近与民众的距离，也向国人展现陆军是钢铁劲旅，有能力守护家园。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台北教育大学昨有学生发现讲，这查某病所介绍互人偷装这健康摄影机。警方接到通报，确实来到现场看，有查到这摄影机。目前也通知这嫌疑人到案说明。另外呢，伫咧新增的这保仁大学也有学生指控讲，这是医学院的图书馆，讲这便所门外口的壁角有装这烟雾侦测器的摄影机，报警察来处理。经过确认是学校盗的翕的方向是翕走廊，这部分是并无违法的。学校人员用侦测器一测，就随开始哔哔叫。B I 学生看到安尼嘛，拢在讨论，这是国北教大的查某便所。学校进前才拄完成反偷翕的侦测，但是自备就有查某学生伫查某便所的隔间，发现可疑的配线阿爸怀疑是用来偷翕的，随报警察。没看过，他们说有摄影的镜头。警方交流了后，和学校人员做伙检查，确实是发现偷翕的设备，红家就是白色电线的底条。警方已经调监视器要查是啥装的。学校这边会请专业团队对管辖做全面的侦测。有学生知影了后，搁伫个查某便所的壁搭便利搭来抗议，大骂偷翕的人真可体，而且有愈来愈侪学生来响应。立即封锁现场，并通报警方到学校采证。目前该涉案的设备已由警方来查扣。经专案小组勘验现场，并调阅资料影像，报请台北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现已火速查缉犯嫌到案。课证侦办中。另外，辅仁大学嘛有学生指控讲，医学院图书馆的自习室，查某便所门口的壁角有一个烟雾的侦测器。学校和警方自告做会勘，证实是烟雾侦测器的摄影机。学校强调讲，这镜头是对向通路顶公共空间翕的，无涉及妨害秘密罪。除了会加上当地翕的个性，嘛考虑甲换做一般的监视器。真的是了解到这件事情之后，我就觉得蛮震惊的，因为毕竟我也常去那地方，然后。原来呢，一直都是就是针孔式摄影机，真的是非常的震惊。没有全然的关注到说学生的感受，然后毕竟是装在男厕女厕外面。对这件代志，学生嘛是感觉学校的做法有争议，因为最近伊比诊所偷翕的事件，互大家拢感觉真紧张。环境部因为安尼宣布，未来公共便所防偷看的相关指引，包括要有关门窗、降低门窗，而且定期做反偷翕的政策，按算后半年就会公布。记者综合报道。高雄有一名资深的国小老师伫校园内面行地路，引起社会关注。这几天网络顶头是风声放映，有一寡网友讲，伊知影代志过程，学生家长是想背书讲甲有一支变共款，受影响的学校就发出声明，呼吁大家唔通伫遐乱讲。多数学校的大门前拢是民众送来怀念老师的花。这间国小老师行地路的代志，25发生了后，教育局随对事先启动关怀辅导措施。不过这几天，伫网络顶端出现真侪风声，有人讲是学生恶教，嘛有讲家长霸凌老师，甚至有讲家属要开户拨款，甲人洗衫、读倒规家长食啥头路，拢讲甲有影有只。地处受影响的学校拢赶紧发声明讲，这拢是谣言，都议员真烦恼，安尼会互代志愈来愈害。
很多人就直接定义了，就是小朋友欺负大人，也许是，也许不是，可是现在没有人可以去判断跟决定这件事情的对错。可是为什么大家现在就已经开始在贴标签了？也不代表说他在上面讲的就已经是真的，所以我刚刚才会要求说，我们教育局务必要尽快的启动调查，还给社会，也还给这个学校一个宁静，不要在这边彼此的猎污，然后看到黑影就开枪。议员嘛建议市府应该要成立霸凌的防治调查科，袂使甲责任甲业务拢等互学校担。教育局表示，目前正咧调查关键，针对网络的风声，伊嘛有去查证比对，望会当早日找出真相。而针对外界关心的教师压力排解、甲校事会议的改革，市长唐基迈讲，未来提供老师的心理咨询，只要专业评估有需要，都无受到12届的限制，卖注入跨局处的资源，改善校事会议的欠点。在制度运行上的一些这个问题向教育部跟立法院来说明那如果涉及到修法的这个部分呢，我们也希望说能够加速的来改革整个校事会议的制度。当事学校嘛呼吁，目前上要紧的是提供师生后续的协助，甲照顾家属的感受。拜托大家唔通乱叫，风声无经过确认的消息，甲时间甲空间留给相关单位去调查厘清。记者柯家族柯教育郭永昌报道。来看金门金湖店一间养生会馆，爆出讲一个姓陈的中国女性伫遐做乌的。金门地检署指挥侦办了后，发现讲有真侪官兵去遐开过，引起个案的疑虑。金门防卫指挥部表示讲，有7名官兵涉嫌违反社会特殊维护法等罪嫌。除了警方呢会将约顺到案，目前也启动内部的行政调查。大门关条条，敢若是无营业。伫金门县金湖镇的一间养生馆，最近是爆出一个中国籍的查某人，是借旅游的名义入境金门，sau来到藏伫养生馆内面做非法的性交易。经过移民署金门专勤队查缉，精神了遣返。金门地检署侦办了后，认定养生馆的负责人违反刑法的妨害风化罪和两化人民关系条例等罪嫌。查证部阁发现有真侪现役的国军官兵捌去消费。本案有多名国军人员涉及在上开养生馆内与陆籍女子从事性交易，引发国安疑虑已情。本署已查扣相关证物，积极厘清全案事实，以维护国家安全。国防部这边有定正义专案，明定官兵和中国人士接触必须要照规定来汇报，若是违反规定，照情节的轻重，要面对记大过、态度，甚至是以上法办的处分。即摆有官兵卷入中国的查某人非法性交易，引发国安的疑虑，检方当进一步厘清案情。有关金门防卫指挥部表示，所属的7个官兵涉嫌违反社会特殊维护法等罪嫌，除了警方、军方内部嘛启动行政调查。尽量不要去这些有陆籍人士的一些比较女士陪伴的地方去消费那其实讲白一点就算这些女士不是陆籍的那假设譬如说是甚至外国籍的，他们也有可能成为一个泄密的破口。金防部做台海防卫精线的重心，是中国渗透的重要目标。军事专家讲，中国是无排除透过女色来成官兵漏泄机密。除了国防部应该落实保护教育，官兵嘛应该避免出入这种场所，较袂变作国安的破口。记者综合报道。讲到马英九基金会财务证据今仔进行司法程序，基金会早起发出声明，正式告前执行长肖旭琴、王公主背信亲接。肖旭琴强调讲呢，无应该摕钱1.5亿就袂摕，那种有违法权益失调国民党的副主席。如果我有任何的不法，我当然愿意辞去国民党副主席。中央有任何不法权益失去，国民党副主席现阶段会向国民党主席陈立文报告，然后佮对外说明。马英九基金会财政纪律案风波愈加愈厉害，基金会发声明表示已经委托律师准备好诉讼事证，正式提出刑事告诉，请求司法机关依法调查事实，明辨责任。各界也不要扩大渲染，说什么这跟国民党没有问题的。这只是一个基金会内部对于账目的问题，那就对清楚就好。既然今天提告，我们就尊重司法。希望赶快放下吧，这我们的基层朋友就知道，基层蛮焦虑的了。那为呼吁肖旭琴应该先请假副主席职务，将项目对清楚。既然已经提告，就尊重司法。树林地检署证实已经收到告诉状，目前议员的调查事情内容，各指派专职检察官承办，29会依法分案。我这一生清清白白、坦坦荡荡，
我没有拿任何一分不应该拿的钱。那今天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会勇敢面对，而且我对得起马英九总统，就让这个司法来还我清白跟公道。伊除了表示遗憾，也用悲剧来形容这个代志，表示这个代志伤害上大是马英九。有心人士明知马英九判断力甲以前无同，伊愿爱伊提刀向前冲，才无道德。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今仔日天气，同款是热翕翕，按那今仔日上界悬的温度出现伫台南局镇有40度里，按那高雄屏东呢也拢有38度以上，而且屏东潮州一间卖衫的店家，可能是这室内室外温度差了伤过大，规面玻璃来变破去。按那气象署预告讲，明仔载开始呢，全台湾的高温可能会小可降，南部一寡所在幽悬会来到33度，北部含宜兰地区后礼拜一、拜二受到风太外围环流影响，这雨可能会一阵一阵来。业者头日内底做事，雄雄传出真大声音，惊一个紧起来看。服装店的落地桶中比一大坑变蜘蛛网形，去钢骨卡一个，碎玻璃一直落。在这边开15年，我也没遇过玻璃爆掉。就想说，路人都不在，我也不在这边，所以好 OK 了，就花钱消灾。玻璃家己闭起的意外是伫屏东潮州镇发生的，详细原因有待查清楚。不过2月迄天当地最高温35度，店内有开冷气，物理老师的药可能跟温差有关系。在安装的时候，可能本身就已经有一些地方它承受的应力是比较大的，那加上强大的温差，刚好是这个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最近天气正烧热，尤其南台湾最高温伫台南玉井，29测到40度2，高雄甲屏东原来测到38度以上。阳光或者是包含紫外线会直晒到我们皮肤，其实是会有那个烧灼感觉，真的是如同火炉一样。完全就是不想出来，那热得非常要命。现在风大，这是刚好，那也是一天之中唯一的小确幸了。如果说没有保持好良好的通风环境，那衣服穿得又厚又不透气，不容易降体温的话，即使在室内也是很容易会中暑的。至少窗户打开通风，然后这样子有助于降体温。无论伫室内还是户外，拢爱小心掉线的风险，因为今年5月到2月，累计已经有342人因为热伤害就医。只是气象署预测，拜六开始，全台湾整体高温会小可降低。周6开始，差不多到周2，整体的高温可以看到是比起过去这一周是有所下降的。南部地区还比较热一些，可能还是有局部33度以上高温发生的机会。这个1月天气回稳，台湾西半部转为多云至好天的天气，华东地区有当时有局部阵雨，中南部山区会有午后雷阵雨。不过气象署预测，风台强密伫后礼拜1甲拜2上挖进台湾，风台的外围环流会为北部甲宜兰地区带来雨水。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一站以外，这彰化洪万庄下晡呢，一个阿嬷带孙去买物件，孙仔爬起咧乌多摆顶头，手无细力去吹着油门，规只乌多摆就冲出去，拄好有一台粪扫车驶过，这囡仔当场互粪扫车搞着，不幸过往。监视器翕到姓陈的查某人来到肥料行，打买肥料准备要离开，互伊7岁孙仔先爬起咧无关电的乌多摆，结果煞去吹着油门，雄雄冲出去，人甲车倒去了后，无伫安全部的查甫囡仔拄好互丰原乡公所粪扫车对头甲搞过，当场死亡。有哭了啊，没有办法，后悔莫及。阿妈是讲肥料在就要行阿妈，囡仔抱去了，对只吹了，唔知怎走去。这件车祸发生伫27日下晡5点外，地点是伫丰原乡2溪路顶。31岁姓洪的粪扫车驾驶97达失灵，救护人员到场发现，查甫囡仔的脑已经破去，评估到院进前死亡。丰原乡公所强调，已经有去安达死者的家属发10万块的意外补助金，嘛协助处理后事。警方是认为，姓陈的查某人甲姓洪的粪扫车驾驶涉嫌刑法过失使人死亡的罪嫌，移送彰化地检署侦办。乙同遇上外婆所骑乘之机车，因不慎误触油门致机车爆冲，被放映箱公所垃圾车碾压过女童头部，不幸身亡。大人先坐在摩托车上面，紧握把，然后再请小孩子从背后，就是说从后面来上车这样子。当小孩子坐定了之后，我们再发动引擎来骑乘。
教分班业者嘛建议，成年人若骑倒摆载囡仔，大人爱先上车，甲手车掠好，才阁互囡仔对后壁坐起哩，了后才阁发车，才袂发生类似的意外。记者综合报道。食毒塞车真严重，台人昨暗就掠着2件。警方半暝发现到一台车违规想要甲砸，这驾驶竟然沿路撞过红灯落尾来并车，想袂到这驾驶翁仔某拢是早起的通缉犯，伫咧车内面，搁再车到这丧尸分弹。台南今年已经查到663件食毒塞车路，市长黄伟哲是认为讲有毒品前科的驾驶就要定期来验毒换驾照的制度。点司机分约28半暝2点，在南门路和福建路口巡逻时，发现一台轿车违规倒拐，要过去甲砸落来看。这个查某驾驶做贼心内惊，刷油门吹落去，紧驶走。这台着沿路冲红灯正向乌白驶，落尾伫清水路段和警察车相撞，当场并车。警方甲车内4个人救出来送医，加在是轻伤。不过警方调查发现，31岁姓杜的驾驶和因翁拢是诈骗的通缉犯，车内底嘛互敲着强势分弹。警方就按呢开19场罚单，依法上班。现场同时起获毒品、烟弹等物，并查出2人为诈欺通缉犯，4人经警询后，依毒品防治条例、公共危险罪嫌送办。同一名3分钟，警察看到这台轿车沿路现来现去，灯光嘛无拍灯，警察随砸落来。迄时姓吴的驾驶精神真痛，身躯阁直直潮，手骨若像用毒品注射的分液。落尾警方伫车内查到电子烟，烟弹内底有强势分弹成分。较含的是阁有创庆机。对此，台南市长黄伟哲建议通强制性要求有前科的驾驶人3个月也是半年，爱验毒品检测，通过才通赛车。经唾液初筛呈毒品阳性反应，当场逮捕，并于车内查获毒品、烟弹等物，全案依法查获送验，后续依毒品及公共危险罪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毒品的再犯率，根据统计来讲，根据医学专家来讲是非常高的。有毒品前科的人，持有驾照的人，他要定期换照，认知没有问题的话，就再换新照给你，表示你没有再继续使用毒品了。但食毒塞车，根据统计，对今年1月到达，拢总有663件。警方强调，对毒品绝对零容忍，未来会继续加强路检和巡逻，就是不爱让这款食毒塞车的状况成做路面的行动炸弹。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惠大这县长黄金芬，甲一寡供应链厂商的大头找来做伙食饭了后，今台股呢就起1096点，收伫44732点，搁再创历史新高咯。另外，主计总处今仔日也公布115年头一季经济成长率，达到14.55%，预估规年的经济成长率也对2月预测的7.71%升到9.64%，将有可能会来创这16年的新高。不过，国发会也提醒讲，高基期也个全球通货膨胀压力，美国关税无确定性等3大因素，这就是后半年的挑战。惠达执行长黄金芬来台湾前一天调完现点会，各加上美天会协议初步共识，二度优待美股，而到台股盘中挖冲到44933点，虽然起势有较少，暗过依然起破1000点，最后收伫44732点，创着史新高，成交量也创新高，到惊人1.8兆。宽达股台积电股价盘中创新高，目徛到2375块，最后收盘也创高到2355块。期待高达61条，另外包含鸿海、辉现、广达、英业达等电子间老牌 AI 股，也拢全部起进步。外需的部分，那些 AI 的需求超乎预期，所以最主要就是我们把商品的出口大幅上修了1000多亿。台股大起的背后，就是科技业获利的基本面的支持。主计总处日公布115年第一季经济成长率上修到14.55%，创48年来上高。乐观预估今年出口金额无排除达到8945亿美金，全年经济成长率为2月预测的7.71%，升到9.64%，有可能创16年来新高。AI 的应用才刚开始，那我们也看好在这个 Agentic AI。中长期带来了各种从 Edge AI 到计算这种成长的机会。
真一间科技大公司公布看好 AI 前景，暗过一倍国发会提醒，高基期全球通膨压力、美国关税不确定性等三大因素，会加做下半年主要变数，下半年不排除有可能降温。最主要是担心通膨高了之后可能会升息，那你可能厂商在筹资的时候，它的成本比较高，后面的这个厂商它的一些利润啊什么的可能会受到影响。那除此之外的话，我会认为说，如果通膨是在符合预期的一个情况，即便它是有上扬的一个情形，我会觉得在各国的政策都有一些应对的方式。学者分析通膨带来生理性分忧，那货币政策素案可能造成相关 AI 厂商投资困难延前，暗过各国拢应对通膨的措施。再加上11月美国期中选举甲台湾9合1选举，相关单位一定会推出力度，确保经济秩序，整体影响机会维持在应控制范围。记者综合报道。回到的海外总部要建筑北树区用电问题引起大家讨论。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陈碧荣就讲，目前电有够，运输电力需要变电所。那台北市长蒋万安强调，市政府拢是坚持文林变电所，还依照都市计划规定，采用地下化设计。相关讨论已经超过1年了。But the government claims that we have sufficient energy supply through 2034. 对媒体问政府发出2034年进前无欠电保证，回答执行长黄仁勋敢若用一句 maybe 可能吧来回应。回答海外总部建筑北树区用电问题一直引起讨论。台湾接下来需要庞大的电力，不管是在晶片封装测试，又或者建制 AI 资料中心等等，所以他的意思非常清楚，我们也希望中央政府能够听进去。现在电力呢是充足的，那电力充足的状况之下，不代表每个人都会收到电，也就你要运输电，你就需要变电所，就好像你水库的水要送到各位的家里需要水管一样。电力供应的问题，那立工会针对变电所设置的证据，蒋万安也水平起火甲台电公司的会议甲沟通过程，中调会去年开始就甲台电超过10摆会议协调，表达起火要求变电所地下化立场。最早从去年6月开始，第一封台电来的公文之后，就开始进行了非常多次跨局处的会议。你们不是5月27号才开始的吧？并不是的，前后各种大小会，大大小小的会。对，绝对有超过10次。用电的这个地目，早在10几20年前，那时候要规划4颗的时候就已经同意了。去年台电来，他的提案竟然是提地上型的变电所。那根据99年都市计划就已经写得非常清楚，白纸黑字要地下化。市府表示，经过真侪摆协调了后，台电已经在今年5月27日正式同意改用地下型变电所设计。另外，伫北树区周边开发方面，部分公有土地已经进入招标定数，市府咧全面盘点相关的土地资源，希望整体开发进度会较紧咧。记者综合报道。台南乌山头水库有设水面型的太阳能供电厂，面积大约是11.5公顷。4年前开始运作，却因为南部当咧大水期，水库水位继续伫咧降，欠水率也无到14%。也发现讲，这供电案场有一寡铺房拢已经打底了。林元署是回应讲，厂商有启动应变机制，目前结构安全拢有伫咧监控，也会严密的监督。水库因为欠水，下骹的土拢必高翘起，也阁未少特别调着。这是乌山头水库北区有大范围水面型太阳供电棒，不过因为乌山头水位降低关系，13号人发现供电案场部分铺台已经吸到底，还阁光线伫拍热。说它的水其实退得很快，退到说到前几天是整个落底的情况，它不是完全平坦的，所以它会有高低的情况。那有部分的地方就是因为高低落差造成说它在落底的过程中，它产生了拉扯。工员总讲，满水位的时阵，黄土拢伫水底，正常水位差不多甲树岸边悬。水位降低了后，供电棒好亲像因为地面无平歪曲变形。台南社大研究员是讲，昨晚水库无水送去乌山头，领要落雨打起的情形无法度解决，麻烦恼按照维修过程产生的光线脆油也是接头，可能有化学物质流入水库。施工的时候的一些状况，其实是我们担心的，因为我们看到太多暗场，例如你电线接头，电线在接或者在拨，或者这个过程中，其实会有很多零碎的
水屑料，那这些东西其实都会跑到水库里面去。林元素表示，当地的水面型太阳光电设计时阵，就已经把大水期甲地形因素纳入考虑。即阵水位持续降低，厂商为顶礼拜就提升管理强度，逐工派员实地巡检。即礼拜因为部分铺体平台卡到水库底的土，已经针对特定区位实施预防性支架甲模组的拆除作业。林元素强调，所有拆除区域的供电管列拢完成电气隔离，也就是断电无发电，未影响整体运作的安全。光线嘛采用高规格、双盐耐耗材料，会持续严密监督，请民众放心。记者采访报道。世界卫生组织资料显示，高成青少年食薰是对加味薰开始的。民间团体就指出讲，台湾薰害防治生法2023年通过，到打3年外咯，政府也未公告禁止加味薰，要求政府就要赶紧来下令保护青少年。Most e-cigarettes contain nicotine, which is highly addictive. 也被警告电子烟有互人食到会掉的有毒化学物质。WHO 呼吁大众莫食电子烟。5月31日是世界部分日，根据 WHO 的资料，全球上无有4000万的13岁到15岁青少年有使用薰品的情形，而且9成是为加味薰品入门。有民团拜5开记者会，要求政府赶紧公告禁止加味薰品，保护青少年的健康。最使用这个电子烟的青少年呢，他会情绪比较暴躁，比较难控制，容易冲动，也跟这部分的大脑呢受到影响是有关系的。40个月了，我们的政府并没有公告禁止加味烟品。那其实 WHO 连续3年来一直在强调，请他的会员国赶快禁止加味烟品，因为所有加味烟品呢，是对青少年最大的一个危害。虽然政府伫2023年通过薰害防治新法，全面禁止电子烟，不过民团讲有口味薰品咬下青少年使用，就惊因进一步接触到丧失分弹甲毒品。民团要求政府就要赶紧公告禁止加味薰品，维护青少年的健康。但是你行政法则下去有没有效果？一定有效果。为什么？起码我年轻人会知道一件事情，这是违法的，制造一个文化出来，全民有意识说这是不对的。民团讲，当初时修法虽然全面禁止电子烟，却欠缺执法的配套，恐惊造成电子烟伫校园大量出现。民团呼吁政府就要赶紧落实禁止加味电子烟片的禁令，用法律建立社会共识，才会当保护青少年离开烟甲毒品的威胁。记者郭正阳、王志光台北报道。新的关西要发5000块的石油补贴，声遮侪民众甲这户口迁去关西，干那4天呢，这关西人口数就增加1000多人。本地因为人口变化后，一届机关人数会减一息，即马雄加1000多人，息处就唔免减咯。等到造成讲这得当就要减一息。今仔日得当镇长和机关就出面抗议，呼吁选委会要主动调查。得当议员甲镇长做伙画口号，要求选委会出面调查。新德关关西镇因为人口减少，原底后一届议员会减一位，但即马因为发5000块的关系，无到1礼拜有上千人刷户口来关西，也因为安尼，关西的议员人数未减，但煞可能去影响到得当地区的议员数。希望说能够清查未在籍、未涉及的人数，没有居住事实的。我想也针对我们竹东镇议员席次跟竹东镇的资源保卫战，我们一起来努力。我们不是挡人财路，但是我们要用正当的行为，来做这件事。我们竹东镇也一直在研议什么方式如何奖励措施来刺激人口数。关西地区议员讲，地方的振兴发展自治条例，唔是最近才咧讨论，发生这件代志，也是伫去年就已经咧做拍算，只是无想到会去影响到得当的议员人数。大家也不必慌张，我想努力的民意代表，认真的民意代表，都会有机会继续为我们的乡亲来服务。新德关选委会指出，议员人数是以投票日进前6个月户籍人数来算，一切以中央选委会最后的公布为主。6月底也会试算，那试算毕竟只是试算，可能让想了解的人知道。那发布的部分还是等中选会，到底有没有说涉及到幽灵人口，或者说我们是不是说不实而登入的部分？这个部分也涉及刑案的部分。那刑案的部分，侦办的机关就是
视我们的法院。针对外界质疑选情刷户口敢有无合法的问题，新竹县选委会指出，这牵涉刑事责任，民众若有疑虑，拢会当向司法单位提出检举。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假期连续2天举办全民防卫动员演习，在太保水上顶5个乡镇同一个时间演练战争灾害抢救，无人机也演练这运送物资、测试地方救灾应变能力。运送物资的无人机向天顶飞去，透过无人机顶面的镜头，会当来了解飞行路线的状况。嘉义县举办的城镇轮实演习，配合在地研发的产业资源，加入无人机物资运送的演练，要来提升灾害的应变能力。装箱的部分呢，就是说在它最大承载重量6公斤里面呢，我们就用一个箱子呢，然后把相关的物质把它放上去。只要是地面交通受阻的部分，我们都可以使用无人机的物流的部分来做运送，来做紧急的进行的路线 A 的部分，那会先飞这一段。那飞过去再飞回来，大概距离在2公里。路线 B 是从这边飞到猛宠乐园，那来回是6公里。嘉义县政府配合国家社会防卫轮实政策，伫5月27日白2天，整合县政府所有局处甲乡镇市公所，伫太保水上路草、卡甲新港5个乡镇区域举办城镇的轮实演习，要来了解地方整体的防灾应变能力。第一天是所谓的没有脚本的剧本的推演。那第2天做实务上的一个勘察，我们希望透过这次的演练，大家在观念上跟实务的操作上都可以提升到最高的量能。县政府指出，这个演练的主题包括关键基础设施的防护、防灾协助中心的运作、地方民生救济急救资源的整合以外，搁因为嘉义县无人机产业的发展，好这个轮实演习会当配合无人机来操作，互偏乡地区也是山区，因为灾害交通无方便的状况之下，有新的避援方式。记者林伟霆嘉义报道。雪霸国家公园温水游客中心的生态池，经过研究团队普查发现，有一半以上鱼仔拢是外来种，入侵了后严重危害到这本土的鱼仔生存，进行第6届移除。这鱼仔呢，较可能是民众放生或者是无爱吃偏伫食的。有了，拍了三角形。可以。用希望掠到的外来鱼种全部称重记录。雪霸国家公园管理处针对温水游客中心的生态池，经过2年调查发现，内底竟然有55%拢是外来种的鱼类，严重影响原生鱼种的生存。溪科16种的水生动物，然后里面有超过50%以上是外来种，民众有进行放养或者是弃养的动作，然后将那个鱼类放进水池这样子。水管处委托嘉义大学研究团队普查发现，2004年启用生态池，内底有716种水生动物，本土鱼类有石贴仔、沙溜、沙莲仔、甲苦柑仔，入侵的外来种有大口乌螺、珍珠石斑、俗称鱼白翅的巴纹、叶加黏甲结的灰质。附近喷水溪水下也发现其他外来种的鱼类，学者强调，安尼外来军团对生态破坏是全面性的。大口黑鲈它专门就是吞掉人家的小鱼，吉利飞机会占地盘，如果有小鱼也是照吃。琵琶鼠它会把那个生态池的那个透水层破坏，加在一起就变成是一个海陆空健全的外来种军队。研究团队针对无同款鱼种的习性，使用龙仔吹钓、手拍网、刺网仔、长钿笼仔、甲虾笼仔等方式，经过6摆鱼图，伫生态池掠到507种835尾外来种的鱼类，超过100公斤。水管处呼吁民众唔通放生、唔通弃养，未来也继续观察生态池鱼种的变化。记者综合报道。台铁伫桃园车头，中立车头的运量是全国排第2、第3的。桃园要做这铁路地下化，按算2033年完工。桃园车头前站是后站来小拍通，含桃园捷运、机场捷运来相接。若这桃园内力也有中立的大车站计划，是政府6月初3开始要举办说明会。就算路户工程也是一直在做，依照交通部铁路局上新数据，桃园铁路地下化按算的进度是53%，按过目前整体计划进度干的36.27%，有估是2033年来完工。怎么看这个地下化？地下化的好处就是说，它已经
不会有受到天气气候的影响，所以正常情况下它都是能正常的行驶。那你会很期待地下化吗？地下化会啊，因为它终究还就是比地面上化方便了。地下化比较方便，就是像现在下雨的话就不会淋到。我们是蛮期待的，只是我们的施工进度实在有够那个落后的，哎呀，就觉得有点慢，对不对？对呀，非常非常慢。桃园铁路地下化全长差不多18公里，起点在新北市永和区丰平6桥的北边，一直到桃园市平镇区第66线南边。除了原来桃园瑞丽甲中立车站，也增加丰平、中路、桃园平溪、中原、平镇等5个车站。消除沿路的86桥、8地下道甲23个并交道。后续市府也推动桃园瑞丽中立的大车站计划。我们也盘点了车站周边可能是一些公有地的部分，那旧市区的部分呢，也是希望能够透过都市更新这样的一个手法，来希望说整个做一个全面的一个检讨。根据台市统计，年度路运量进出桃园中立，今日排伫台北车站后边，暗过过去，铁骑路将都市分组前后站，造成交通问题也阻碍发展。铁路地下化会拍通前后站，佮甲桃园积分、机场积分强固。都学桥表示，大车站计划会针对铁路沿线土地进行整体空间规划。6月初3开始会办说明会来收集在地意见。记者综合报道。台东的偏乡交通无方便，交通部和县政府推动幸福巴士，或者居民上班上课看医生较方便。不过，所有游客呢，预约这款的巴士再用去爬山，颠倒予在地居民叫无车。机关是呼吁讲，要调整做法，幸福巴士要以在地居民为主。今年3月，县府甲监理站接伫海端乡举行幸福巴士通车典礼，合作运输业者提供9人座小货车，免费予南环立道村沿线居民用坐车落山看医生甲读册。不过最近当地居民真歹注文到幸福巴士，后来追踪发现，明明有车上山，不过在是爬山人加做观光巴士。而且民众也反映说，他上山之后，车子就一直 stand by 在像游乐区了，他其实没有下山去做其他的服务。那你就是如同像包车一样。县府表示，幸福巴士用意是要让公车无法度到的偏乡部落社区，应用小型车来经营公共运输，主要服务对象是当地居民，不是游客。不过也无限定业者名在附近游客，不过应该是当地居民优先。针对登山客跟观光客的部分，它必须要在更近一点的时间才能开放它预约。那相亲的部分的预约时间就可以拉长。那希望以相亲的搭乘为优先。海端乡公所表示，当初甲业者合约，今日定3天进行做文，对乡民保障可能不够。6月初会邀请业者协调，希望应遵守幸福巴士服务偏乡居民精神，互乡民先做文。记者综合报道。台南的复兴国中3年的学生呢，因去年参加独立研究比赛，得到头名的立德顺研究，甲伊全部翻做台文。而到下晡来到高雄的五福国中，用台语来分享这份成果。带队老师就讲，这3年来囡仔用台语去到养老院搬戏，互老大人看，也去访问在地特色产业。那互囡仔会晓讲台语，也培养着因的自信。这图看安尼，你是安怎知影孙仔伫倒位咧？你看。你是有孙啊？讲的是台语，干部顶管写的是台文。台南市复兴国中这班3年的囡仔，去年用这套在地特产业的研究专题，摕到台南独立研究比赛国中组的头名。伫咧完成会考了后，因也实现1年前甲平心的约束，来到高雄的五福国中，甲这个良家立德甲顺的特色甲发展困境，小解课，搁较侪人认捌。甲这个小朋友讲阮有去采访，咱有去比赛。阮想要把这个知识会当传承予咱即摆少年人知影。绿竹笋到底是安怎要改好食？所以阮的学生就为半冬进前，阮就开始来研究，饲300张的相片来为 AI， 要予伊做出 AI 的辨识。人物产业用 App 来解决立德顺分级的传承问题，这拢是这班囡仔台语沉浸式教学计划课程。带队的本土语老师讲，语言唔那是课本顶悬的文字，嘛会当结合文化行出教室去体验生活。这3年落来，伊发现囡仔台语哪讲哪好，人嘛愈来愈有自信。养老院的这个的这个四大人，
搬去互因看就是对这3档了后，我感觉因的台语拢真进步嘛对台语较袂去排斥。我发现台语不只是一个语言，它是即马在地会使认识在地文化的一个工具，一个媒介。台语讲了无标准无要紧，加讲愿意讲才是重点。透过一支顺的故事，互两间学校结缘。老师讲，这场看惯市的台语交流是一个真成功的开始。记者柯家族柯兆勇、郭永昌报道。有剧团运用台语囡仔歌专辑改编出同名的台语音乐剧《春天伫倒位》。这故事呢是咧讲一对姐弟去到庄头找阿公学讲台语的故事。这个剧团呢目前也开始募资咯，打算10月开始要表演60场的音乐剧，希望讲会当去到偏乡演出，或者弱势囡仔也通来看戏。舞台顶妈妈甲囡仔带去车头，送因起床卡找阿公学讲台语。这是一出音乐剧《春天伫倒位》，用10条台语囡仔歌甲故事杀合起来。其实是2006年先有同名囡仔歌专辑，尾啊伫2003年，剧团才佫改编做音乐剧，配合专辑20周年，被佫搬起哩舞台演。我们想要募集一个60场的公益的邀演场，要去邀演我们的偏乡跟弱势的学童。预计在今年的10月开始启动。剧团讲，这摆音乐剧会邀请大学生甲专业的演员做伙参与，提供舞台，互对表演甲台语有兴趣的人做伙投入。另外，创作者讲，这几年台语创作环境有变较好，不过若要创作愈好的台语环境，那需要政策支持，嘛爱市场的参与。我感觉这个市场的回馈，嘛是一种足好的鼓励。咱袂当永远拢靠政府来支持，对无？所以，这种音乐剧还是音乐会，这种市场的方法，其实是较永续的一种方法。剧团讲，春天伫倒位音乐剧的台语使用比例有80%，打算10月要公开演出，嘛当咧和偏乡的学校谈合作，希望鼓励父母带囡仔来看戏，把母语自然传承落去。记者郭金勇、王志光台北报道。咱来看过这新闻，讲在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 Temu 离背后欧平，以违反所谓服务法罚2亿欧元，第二是代票73亿。欧平强调讲 ，Temu 卖一寡有囡仔的佚佗物仔和小型的电子产品，有真大比例拢是无经过检测的，才会来甲因开发。中国跨境电商平台天幕以真实介绍工厂直销加免运费的诱因，拍入全球市场。佮强调大幅度折扣，会当互消费者若亲像1万好价人伫买物件。不过天幕28叫欧明重罚，理由是天幕所卖的婴幼儿玩具检测了后有真大比例含高浓度化学物质，而且部分会当拆的玩具零件有可能会互囡仔无开，也佮有所卖的充电器高比例无法度通过基本的安全测试，所以罚2亿欧元，差不多代表73.1亿的罚款。Temu reaches 130 million consumers in the European Union, but the company has not properly assessed the risks of illegal products being sold on its marketplace. What products are we talking about? Dangerous toys for kids, small electronics without proper label, clothes and jewelry containing harmful chemicals, to name just a few. 欧明27个成员国的这笔罚款是伫去年的初步调查结果，其中包括以身为顾客的身份伫天幕落单买物件，则发现部分商品对消费者构成安全的风险，并依照所谓服务法开罚。欧明表示，罚款金额是根据违规行为的性质，欧明用户受影响的严重程度，也加持续时间计算出来。若是阁无提出补救的措施，可能面临定期的罚款。不过天幕会当针对罚款金额，搁提出上诉。对这代志，天幕表示，因当地认真考量这个决定，并评估所有可行的方案。佮讲，因甲监管机构的合作才有建设性。Our message is clear: if you want to access our market of 450 million consumers, you have to respect our rules. Period. This means that as a company, you're responsible for your services
and the risks they pose to our citizens. 依照受惠服务法，欧盟的罚款上限会达到全球年营业额6%，天幕去年的营收是617亿美金。另外，欧盟的调查唔但安尼，佫包括网站互人会言的设计是安怎危害使用者的身心健康，以及调查天幕的系统安怎向消费者推荐内容甲产品等。公司新闻新乐培编译。讲到韩国戏剧已经是世界有名咯，即马要利用 AI 技术免打布景，甚至是免去外地就当拍片。不过，这个技术背后是拍片的成本愈来愈悬，咱就来看这片场是安怎转型的。华丽宫殿头前，一阵穿韩服的女性咧跳舞甲演奏，这么大的古装剧场，全部拢是 AI 做的。在首尔市茂浦区的美塔克工作室设计师无形动手下文字指令，互 AI 制作各种场景甲人物融入影视作品。执行长金凤超对记者表示，用 AI 생기真实动员甲实体平面布置，会省真侪钱。 이런 씬들을 사실은 AI로 만들면 이 정도 한 회에 10억 정도의 제작비가 절감이 가능합니다. 그러면 12부작이면 120억 정도 저희가 제작비를 낮출 수 있기 때문에. 美塔克工作室有20多种 AI 生成工具，保存南韩上多样甲上先进的技术，吸引真侪电视台甲片商要来合作。虽然 AI 降低制作成本，金凤超强调，用新技术强化影视内容的整体编排才是关键。 스토리텔링을 연출할 수 있는 능력이 제일 중요한 거지. 사실 일반적인 동영상은 누구나 합니다. 근데 이런 식의 편집과 연출과 구도를 잡아주는 그런 컨텐츠를 구성하는 능력이 저희가 가진 가장 큰 장점이라고 생각합니다. 디졸브로 할 건지 컷으로 할 건지 뭐 이런 영상에 대한 감각이 제일 중요하다. 在戏剧制作甲电影投资当年稳坐南韩影视霸主的 CJ 集团，也向记者展示高阶的硬体设施。这个扩散型全景液晶电视壁引起演员背后，随时变化加出各种场景，记录甲目睭无法度分辨细实。 LED월의 배경을 띄워놓고 촬영한다는 것은 배우들이 직접 현장을 보면서 촬영할 수 있다는 것이고 후반 작업 시간 없이 현장에서 바로 촬영이 완료됩니다. 로케이션을 가는 비용뿐만 아니라 세트 비용 등의 절감 등 많은 다양한 제작비 절감의 효과가 있습니다. 韩流兴起，演员的介绍也欠悬，原不了起价引起全球通膨，是经拍片爱开搁较侪钱，韩国作品数量减少，拖累出口业绩。上线软硬体技术也拢导致到影视制作前线，上大目的就是要省成本。 2021년 정도에 한국에서 모든 드라마를 한 140편 정도 만들었었거든요. 최근에 한 100편 정도 될 수 있다라고 얘기를 하고 있습니다. 그래서 제작비가 높아지면 수준 높은 작품들이 많아지는 건 좋은 거지만 만드는 편수 자체는 줄어들 수가 있어서 제작사들의 입장에서는 편수가 줄어드는 건 굉장히 위기다라고 이야기를 많이 하고 있는 상황입니다. 尽管已经在国际舞台上发光发热，南韩影视产业并未就此停下脚步，反而是透过技术的提升来落实新形态产业转型，正面突破制作成本高攀的困境。以上是公视国际记者杨千豪在南韩首尔所做的采访报道。 这侪人会找头路是用这 AI 来替因写履历的，不过企业也开始用 AI 提选这履历，用 AI 甲这个人呢来初步面试。虽然讲这是时代趋势，不过也引起别人议论咯。 伦敦透早上班的节目时段，通讯组调集赶去家己的办公大楼。伫这个全球金融中心，人工智慧唔但改变工作的形态，嘛渐渐接管企业研究人才流程。伦敦东区的伦敦企业学院，即阵啊开始把 AI 应用的机会甲风险纳入课程，帮助学员申請升學還是求職。 We also need humans to interview other people as well, because robots don't have actual feelings. For me, it would be balanced. I'd do some use of ChatGPT, and I'd do some of my own. 因为企业收到的履历增加真侪，其中 AI 生成的优化履历愈来愈普遍，每一个人看起来拢真出色。利用 AI 加紧提升效率的需求嘛增加。荷兰人资公司 Tesla Gorilla 推出 AI 面试系统，利用虚拟人像加求职人对话，用语音回答、限时测验加面部辨识等方式，验证身份并评估应征者的能力。And a screening interview, which can be 5 to 10 minutes.
at the start of the application process. 企業用 AI 寫職缺需求安排招聘，應徵者嘛利用 AI 美化家己的履歷，演練面試的技巧，雖然提升效率，不過愈來愈變做形式。已經有人力資源業者看重企業回歸人性，更較重視真人面談的趨勢。That we've noticed over the last 3 to 4 years that employers are coming to us to ask to put more human back into the process. 專家認為，未來招聘模式可能會以人機協助發展 ，AI 負責大量提選加行政流程，人類是保留最終判斷權。透過真實互動評估求職的人是唔是適合團隊加企業的文化。公視新聞施惠中編譯。咱做伙來看明仔載天氣。今日台北桃園新竹對25度到32度。標題台中彰化南投雲林對25度到32度。嘉義台南高雄屏東對25度到32度。宜蘭花蓮台東對14度到30度。平陽金馬馬祖對24度到30度。新聞最後，感謝各位觀眾朋友收看今日新聞，我是嘉豪，明仔暗時7點咱再相會。